继续来看苗栗后龙溪野生的毛蟹，秋天是大量来生态，线上做不少的业者的目标。违法来设网啊掠毛蟹，就算保育志工，逐工巡逻来拆网啊救毛蟹，也是掠袂了，真苦恼。关键和志工走了真紧，走到后龙溪边，看到对面有人敢若咧牵要掠毛蟹的网啊。去甲插起来就插。志工摕刀啊，踏入去溪水，要甲网啊拆掉，搁伫网啊边啊缀一条纸条啊。讲设网啊来掠毛蟹已经违法，上悬会使罚15万，而且要求赶紧拆掉。纸条是写甲真清楚，毋过要小人当作无看到。违法来设网啊，一个比一个搁较大。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这些鱼或者是蟹，那它的危害性比较大。每年9月到11月有真侪野生的毛蟹，毛蟹市面的介绍和中国毛蟹差不多，吸引真侪业者设网啊来掠毛蟹。保育的志工嘛和对方来宣战，装几个网啊就拆几个，绝对袂互毛蟹生态互人破坏。